可以，没有开吗？这个。这个。劳苦陪着担的人，拢来我遮，我要互你安息。着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你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下用，因为我的担是轻。请咱做伙来到主的面前，因诗来学乐咱的上帝。献诗272首，献诗272首，愿听上帝圣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此时祈祷。
济。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是世间甲历史的主，是我的生命救主。感谢主，互阮知影家己的软弱，因为阮有软弱，会让家己搁较明白主基督你的问题，互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去抗明我。亲爱的主，求你不断更新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时常因为你的同在，就照亮主的良善甲美好，也互阮的喙会使发出感恩、学乐甲造就家己甲别人的话。你讲一个水泉袂通发出苦的水甲甜的水，所以求主保守我的喙，互我所讲的话会通造就家己甲别人。也求主你的话刻伫阮的心内，互阮所行所做拢合伫主的家事，诚做我一生的帮赞。只是恳求主甲牧师伫底，互阮牧师的分享中搁较伫帮助，会通得到主的智慧来更新阮的性命，靠你来行正路。只是阮要用主你家是阮的基督安尼讲。阮是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亲像伫天里。我的日食哪日互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同先来课文第33篇，课文第33篇，也就是诗篇239篇。我来课，请兄弟来念。上帝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一声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伫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犹原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目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使逃避你。走到倒位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白受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迄边，还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互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遮早。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你是遐尼光，一声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你。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检查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圣经只是咱读圣经吼，以后所书第4章第14节到16节。
我来读。安尼，咱就无搁做囡仔，互欺骗者变做厝内所有的错误的下煞，拖伫行，飘来飘去。咱反倒着用疼心讲真实，直到方面最头，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欣赏。对于身躯的打滚仔，互相结接相支持，伫个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个身躯长大用疼建立起来。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的人。只是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用的是歌是丰盛的应许。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祭，来到上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咱带咱进道的是分堂鸟心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讲的艺术，将时间交予牧师。这边感谢青少年团契带咱用着丰盛的应允这条歌来带咱来敬拜上帝。伫这条诗歌内面特别讲起着，咱的主伊当伊仰面来看咱的时阵，伊保守咱，保守伊所疼的。当伊咧讲迄个保守伊所疼的是啥物人？就是囡仔信靠伊、倚靠伊的人。伊伫遐讲伊永远安尼保守，永远无离开，无弃杀咱。伊阁要将咱来放伫咧伊的手心内面，互咱那亲像真做一个掌上明珠共款，将咱放伫咧伊的手心内面，来安尼甲咱呵护，甲咱引带。当咱若照着安尼，凭着信心去领受的时阵，主的丰盛的应允就要临到伫咱。搁迄个应允是
安尼世界袂通安尼甲咱抢夺的。所以当咱若有安尼迄个信心，领受安尼迄个上帝应允，迄个应允就要临到伫咱。愿主以丰盛恩典，甲伊的慈悲怜悯来充满伫咱所有每一个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伫你圣的主力，主你搁一间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的神即时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搁较注目伫主你，互阮伫咧对头到尾下礼拜中间，主阮要独独来注神看你，要领受主你的话，来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的快乐，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会通照着阮对主你所领受的，会通较赢即个世间对阮所有一切的挑战甲引诱。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带领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百姓，互阮伫即个世界会通亲像一拍的光灯来照亮伫即个世界，互侪侪人看见阮的性命的改变，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你。愿你亲自正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伫一个月前，咱捌分享到，伫咧即个安尼言语上无有过失。伫咧迄中间，咱有讲起到迄个伫咧讲话，迄个目的是要带互人安尼得到造就、甲安慰，以及得到宽免。要带来是迄个关系上的迄个建立，要互人会通搁较听耶稣，搁会通彼此伫迄个中间来相听。迄个真实的话，若讲了，若安尼，咱讲叫做无恰当，反倒会互人绊倒，受伤害，是失去信心。安尼，咱宁可莫讲。是讲用其他的方式来伫遐来表达。煞只咱要安尼来思考的是，安尼要安怎讲？咱的主上帝伊会通讲，伊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主吼。我的个性非常认真讲，我的个性实在是会用讲是咱讲木讷寡言的吼。我若平常时我伫咧厝，我是无啥爱讲话的，但是上帝却呼召我来服侍伊，甲着伊的教会，互我需要伫咧众人的面前来讲话，就较亲像伫咧嗰个哥林多前书12章内面所讲起着迄款安尼，伊伫咧迄个安尼无有迄个咱讲不雅观迄种无文雅的所在，伊伫遐要互伊搁较济的迄个状态，迄个若是伫咧迄个，伊讲迄个若迄个雅观的肢体，主人就毋免糟蹋，但是上帝安尼迄个要咱讲要互迄个规个机体会通安尼得到真好的配搭，所以就加倍伫咧迄个有欠缺的迄个机体顶面，安尼互伊免得即个身躯无得到真好的迄个协调。所以恁就通知影讲做牧师的人一定是拢真欠缺讲话真欠缺即个讲话操练，所以上帝才调伊来讲话上帝透过迄个操练来帮助我迄款的迄个拙口笨舌，所以怎样来将迄个正确的话讲得安尼咱讲真恰当，会通讲是咱会讲一门的艺术。若是讲了无安尼好势圣经讲讲咱亲像将迄个珍珠等伫咧迄个讲安尼ฮ็伫咧迄个猪的面前将珍珠ฮ็伫猪的面前。若是干安尼迄个话会受到吞踏。搁咱嘛有可能伫咧迄个过程来受到损害。迄个讲话的迄个艺术迄个艺术毋是只有讲安尼做了好，乃是要安尼做了安尼
做了好，做了搁做了水，搁做了安尼真精致，吼。所以共款是讲，若是有安尼讲了讲就好，乃是爱讲了好，讲甲安尼真安尼好势真水，讲了真精致合宜吼合宜会通安尼讲了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才是一个叫做好。艺术拢需要开时间，不断伫迄个中间来学习，甲接受迄个训练，不断伫遐来安尼操练，甚至有当时甚至爱讲叫做苦练，才会通达到迄个成色甚至咱讲叫做老练。迄个正确的话一定爱常常讲，因为伊会带来伫咧圣经讲，迄个正确的话会带来啥呢？带来医治讲。亲像迄个话吼，亲切的话，亲像蜜，互心欢喜，佫会用互骨勇行。所以咱就通知影讲，迄个正确的话讲了，若好伊会带来迄款安尼医治。佫来咧，迄个正确的话，嘛另外一个就是会带来迄个性命。伊讲温和的字是活命的树，讲话歪巧，损伤心神。所以，迄个讲话真要紧，到底讲了好，讲了歹，会致使到底是得着活命，是互人的心神来得着损伤。佫毋然呢，迄个正确的话，伊也会带来迄个教会的迄个成长。伊要互迄个，因为用着迄个疼心来讲真实的时阵，伫咧迄个耶稣基督的内面，咱要得到成长。所以迄个正确的话，若讲了真恰当，是会晓讲是一件真水的代志，要互迄个安尼会通讲，互人欢喜，佫会通迄个会通安尼感觉安尼心情愉快。所以咱要来思考的是，安尼要怎样讲，才会通讲到迄个。正确的话要安怎讲？讲了会通真恰当。牧师有做一寡下只的所指。第一项就是咱无有疼心，咱莫讲。迄个讲的动机真要紧。若是一句好听的话，带来一个无安尼咱毋对的迄个动机，一定是迄个咱讲错误的讲。反倒讲，迄个一句。不中听的的话会若是带着迄个疼心讲，迄个是有可能会通带来安尼，互人得到迄个益处。亲像《以弗所书》第4章内面所讲的，讲用疼心讲真实，第伫各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所以迄个因为有迄个疼基督的疼伫咧内面。所以，迄个所讲出来的话，是要互人安尼得到利益、得到成长。正确来讲，对迄个你所讲的迄个动机来做开始，讲的是要为着要互对方安尼得到造就、甲安慰以及劝勉，毋是要为着讲要满足咱家己的迄款，甚至讲会当讲是咱的迄个创邦，也是讲迄个欲望。咱常常伫遐讲话讲了袂好势，就是伫咧咱伫咧，尤其是伫咱的生气的内面，伫咧伫咧情绪的内面伫遐讲话。所以特别是伫咧咱讲伫咧安尼生气的时阵，咱爱有法度去来控制咱家己的喙齿，咱的迄个嘴巴的迄个方向盘，控制咱的迄个咱讲。亲像迄个马的迄个脚环共款，勒住咱的舌头，毋是迄个讲失去控制，亲像咱讲叫做脱缰的野马共款。咱生气的时阵，莫讲话无生气，因为生气讲的话，时常拢毋是啥物好的话，讲。有可能会造成咱讲了后，咱伫遐开始来伫遐后悔。为虾米咱生气的时阵会常常安尼急要讲话，佮讲了的话，佮致使到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后悔。
因为咱伫遐生气的内面，咱内面充满了侪咱的迄个，咱讲怨气、怒气等等，这个气，互咱感觉讲叫做不吐不快。迄个不吐不快，迄个安尼不吐出迄个怨气，咱会感觉安尼无爽快。安尼讲了，安尼讲一吐为快，哇，心内安尼好像心里觉得畅快。结果，所以常常伫咧迄个气氛，迄个伫咧生气内面所讲的话，是要互咱互咱家己感觉畅快，毋是要互咱所讲的话，互对方来得到造就。搁咱常常伫咧迄个生气内面讲话，是因为咱讲叫做我咽不下那口气。哦，咱感觉讲甲即个另外一个人冲突的时阵，咱看到伊的毋对，也是讲伊的缺点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伫遐生气，咱伫遐安尼即口气伫遐吞袂落去。所以咱就决定讲，我一定要甲将即句话来甲讲出来，吼，结果咱讲出来了，互咱感觉讲安尼，我讲出来我才会感觉痛快。无愿意安尼伫咧迄个伫咧迄个中间，因为我无讲出来，伫遐安尼感觉讲我被人家冒犯，也是讲我互人看轻，也是讲我伫迄个中间互人欺压。圣经甲咱讲，咱所做的，甲咱所讲的，若无有疼，就亲像迄个弹的锣，吼，甲迄个咱讲迄个响的钹共款。迄个如果咱所讲出来的话，若是无有疼，安尼迄个所讲出来的话，就变做诚做一个无意义、无有作用，甚至是无价值。所以迄个有疼心才讲，无有疼心就毋通讲。迄个疼是迄个咱讲看无家己迄个讲安尼讲舍己无己，吼，无有家己。咱所有一切拢是干那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所以当咱若有疼心的时阵，就是咱所讲的话是要为着耶稣的荣光，为着别人的需要，毋是要为着咱家己的迄种情绪的迄个发泄，也是讲迄个发泄咱的迄个私欲。若是要讲话，咱就要等咱家己咱的迄个心情真平静的时阵，咱才来讲。伫咧咱开喙的时阵，咱爱大声来审查的是，安尼，迄个咱是毋是伫咧真安尼心平气和的情形之下来讲这个话，来，搁伫迄个中间来修正咱到底咱所讲的即句话，咱的动机到底是甚物货？第二就是。迄个无有关系，咱毋通讲。一句正确的话，爱伫咧迄个正确的观念，甲迄个正确的迄个关系吼，正确的观念关系的内面伫遐来讲，才有迄个功用。如果若伫咧一个无正确的迄个关系中间，伊讲的话会反转会必须到迄个反效果。亲像讲。咱之前咱捌提起过是讲，咱若讲，咱甲人讲，我要照顾你。对一个无共款关系的人来讲，会有一个无共款的迄个效果。咱对咱的亲人讲，我要照顾你，伊会伫咧中间安尼听了，伊会感动，伊会感觉真温暖。但是如果你若将即句话对一个街头，一个生分人，你伫遐来对伊讲，我要照顾你。我相信，即个人伊听到了，伊毋若袂感觉安尼有得到什么款的感动，反倒伊会安那会惊一跳啊！哎呦，即个人是安那？伊哪会甲我讲即句话？伊到底有啥物目的？哦，所以这也就是安怎？咱若注意看耶稣。伊伫咧即个世间，伊用到真长的时间，甲这个门徒伫遐来做阵。伊伫迄个中间，为着要甲这个门徒建立一个真深的迄个关系，迄个关系偌深，就会通讲甲偌深。迄个意思就是讲，迄个讲话的内容甲迄个深度是
介在伫咧双方的迄个关系到底有偌深，就较亲像耶稣甲门徒，伊伫咧咧交谈的过程的内面，因伫迄种，尤其是伫咧迄个后期的时阵，耶稣甲门徒伊所讲的内容，哪讲哪深。咱若伫咧即个约翰福音的迄个第14章一直到17章，咱会通看见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是哪讲哪深。伊一开始伫咧第14章的时阵，伊敢若对门徒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通到爸遐去。”但是到后壁的时阵，伊将搁较深的迄落主要所伊所要做的代志，伊一项一项来伫遐来对门徒讲。迄个，咱若甲即个人无有真深的关系，咱无可能将真深的代志伫遐来对伊讲，因为有诶有适合讲，有诶无适合讲。所以耶稣特别，耶稣伊去到伫迄个搬过节，伊要受卖进前迄暝，耶稣伫迄中间，伊讲真侪伊心内的话，伊伫遐，伊将伊心内遐个感受甲着伊的祈祷，伫迄中间伫遐来讲出来。当伊去到伫即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的时阵，耶稣伊甚至伊只有干那带着安尼三个门，伊上迄个上亲近的三个门徒，伫迄个中间有彼得甲西庇太的两个囝。甲因同齐去，所以伫咧开喙进前，咱爱伫遐来衡量咱家己甲对方的迄个关系，先建立关系，再来讲。有关系，咱讲有关系就无关系，无关系就有关系。所以，如果咱若是甲对方无关系，就爱赶紧来先建立关系。亲像讲，咱若要去纠正。要纠正别人的时阵，咱大先爱先去，毋是去直接就甲安尼讲纠正对方，乃是咱爱先去接纳对方。你无甲即个对方来甲伊有，你无先接纳伊，你就来甲伊要来甲伊指责，伫迄个中间是无可能有任何的迄个效果，因为你甲伊无关系，你无接纳伊，是安怎我要听你讲？所以。咱伫咧纠正别人进前，咱大先爱先来接纳即个对方，才来建立关系，才有可能来去调整、去纠正即个人伊所做的所在，倒位做了无好势。如果无关系，就直接纠正，就会带来迄个冲突，甲着甚至去伤害。迄个关系是迄个伫咧讲的迄个讲的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有偌济关系，就讲偌济话。所以无有关系，咱就毋通讲。第三，无有宽病，毋通讲。如果咱对一个人无有宽病，就直接伫遐来纠正别人，别人伊甚至会感觉受到安尼冒犯，对方甚至会感觉生气。甚至会伫迄中间来产生冲突，亲像讲，今仔日我若看到一个细汉囡仔，伊会有迄个无正确的行为。如果咱若毋是即个囡仔的父母，也是老师，也是即个囡仔其他的遮有宽病的人物，咱敢会去甲即个囡仔来甲伊安尼纠正？我想咱应该。袂遐尼戆去共做即个纠正，因为你甲伊即个囡仔，你无迄个关系，也是讲你无迄个宽病来去纠正。你无有宽病，通去纠正即个囡仔，即个囡仔的父母，那因为你无宽病，但是你搁去甲纠正的时阵，伊有即个父母，伊有可能会感觉伊受到冒犯，所讲的话若无有带来迄款的咱讲利益。伊无感觉讲伊受到，讲伊应该伫迄中间来修正。反正咱伫迄中间，咱所讲出来话，结果是致到别人伫迄中间心内有侪侪不满。因为无有宽病，就毋通讲。即个宽病毋若是干那伫咧迄个咱讲地位上的迄款的宽病，搁较是迄个对方伊有。互咱迄个纠正伊的迄款安尼的宽病啊无，若是对方伊无尊重咱，
咱就毋通讲，咱通去找即个对方伊所尊重的人来讲。若是找袂到即个对方所尊重的人，安尼就是代表咱搁较无需要去讲，因为伫咧中间有可能因为对方伤过骄傲，无愿意去听别人的话，安尼咱根本就无法度去互迄个骄傲的人伫遐来谦卑，来伫遐来聆听。尤其伫咧咱即摆咱即个世代，咱即个世代，咱拢真讲究的是人本主义，所以真侪人伫咧中间拢真看重家己。所以咱若伫咧即个对方的顶面，咱无宽平，咱啥事伫咧中间来共要来共做任何的纠正，是干那致使到迄个关系会破裂。所以咱也无办法，互迄个安尼，迄个无办法，互即个迄款安尼，咱讲骄傲的人伫迄中间来伫遐谦卑，来伫遐来听的时阵，咱就毋通讲，因为连上帝嘛拢阻挡遐个骄傲的人。所以有宽平才通讲，讲了才有路用；若无宽平，讲了是无路用。迄个宽平决定咱会通做，还是袂通做。咱安尼，迄个做了好，还是做了无好，迄个有宽平就会通做；无有宽平，安尼有宽平就会通做了好势。迄个无有宽平，咱就毋通做。无有宽平，你所做的，毋但袂得到好的结果，阁会破坏迄个关系。因为宽平是一个保护，是要保护咱，嘛保护对方，阁会通彼此伫迄中间来压砍咱彼此之间的迄个彼此，袂伫咧迄个中间来互迄个对咱的仇敌咱的互撒旦对咱有任何的迄个攻击的机会。所以，伫咧咱要开喙进前，咱大先爱先了解对方伊有互我即个宽平啊无？咱爱找到迄个安尼讲适合的人，才有通好来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来讲，也是讲来去甲纠正对方。如果对方伊若无迄个宽平，无互咱迄款的宽平，咱讲是无效的。所以共款有当时有个人会讲要求牧师去甲某某人讲牧师你去甲啥物人讲？你感觉迄有适合无？如果即个人伊若无互我有安尼迄个宽平，我去甲讲，毋是干那致使到迄个关系破坏，是安怎你甲我讲这？共款，咱若无得到对方的迄个允准，咱要迄个去纠正别人。认真讲，咱是家己，咱讲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第四，无祈祷毋通讲，咱毋通急要讲安尼毋通急要有话就要讲，咱毋是讲咱所想要讲的，乃是要去讲对方需要听的。圣神知影咱每一个人真正的迄个需要，咱需要大声伫迄中间来祈祷，才有法度去领受迄个要讲的话，咱要讲咱爱讲迄个圣神爱咱所讲的话，才有法度去供应着对方伊的迄个需要。因为圣神知影对方伊的需要，毋是咱伫迄中间讲咱家己咱所要讲的话。甚至伫咧咱还未开始进前，其实如果咱也有祈祷，上帝已经伫咧迄个祈祷的过程内面，伊其实已经开始咧对方来伫遐来讲话，伊伫遐来预备对方的心。迄个祈祷毋但互咱会通知影，咱着应该讲甚物话，阁会通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安尼等待上帝带领，互圣神伫迄中间来引带咱，互咱会通伫咧正确的迄个场所，甲着迄个正确的迄个机会来讲出正确的话，互对方会通安尼得到利益。所以伫咧咱开始进前，咱先爱问看觅咱家己，我有为着即件代志伫遐来祈祷无？我安尼现在是毋是上帝伊所
带领的迄个时机，咱爱伫迄个中间伫遐来等待迄个正确的时机，来讲出迄个正确的话。有祈祷才讲，无祈祷毋通讲。耶稣基督是头，圣神是咱的保惠师，是咱的迄个，咱亲像咱脑神经共款。咱是肢体，咱是照着迄个头基督，照着圣神的感动，互咱真明白迄个耶稣基督伊的心意，照着基督的意思，咱来讲出来。所以迄个祈祷是咱甲基督伫迄中间，伫遐来互相伫遐来沟通。安尼领受到迄个圣神的感动，甲启示了，引带咱到底咱要讲，还是毋通讲？所以无祈祷，咱毋通讲。第三、第五，无有出路毋通讲。毋是每一句话拢一定着爱讲出来。真侪时阵，咱有迄种安尼讲，我非说不可。但是迄句话到底讲了，到底是有利益，还是无利益？毋是每一句话拢需要讲出来。上重要是你所讲的话，是毋是有法度带来，互人得到利益？亲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内面所讲到，讲有人讲，逐项拢总通做，不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哦，逐项拢通做，不过毋是逐项事拢会当帮助人。逐个人拢毋通求家己利益，着求别人的利益。所以，如果咱要甲人，就亲像讲，当然应该咱袂安尼讲吼。我用安尼个例，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你甲伊讲，你甲伊讲，哦，你生了有够歹，哦，你却无甲对方，你却无办法甲对方迄个甲伊讲要安怎去做改变的迄个出路。讲咱着甲讲你安怎吼？你安怎穿，还是安怎装他吼？会互你搁较水咧。但是咱着甲一句哦，你生了有够歹。你用想象讲，迄个中间有啥物款的差别无？一句话有可能因为安尼来造成伤害，却无法度去做迄个造就对方，只会干那互对方安尼听见、看见迄个问题，结果伊无得到帮助，直到伊伫迄个中间，伊心内底下来感觉背叛，心内底下来感觉沮丧，甚至伊甚至会感觉安尼受着控告。因为伊找无出路，因为你敢若甲伊讲你安怎安尼那尔，却无甲伊讲你应该怎样做，会通互你搁较好势。但是搁共款，咱伫咧对方的身上，敢有迄个宽屏？你通讲即句话啊无？如果咱也愿意安尼付上代价，来伫遐来，咱讲帮助对方去找到迄个出路，咱所讲的话才会通安尼，互对方安尼得到利益。讲话是解决问题，毋是伫迄个中间来愈讲，再来伫迄个中间来制造问题。迄个毋通伫咧迄个错误的讲话顶面产生搁较侪的遮个问题出来。所以咱爱安尼讲，叫做有出路才通讲，无出路咱就毋通讲。因为伫咧咱开嘴进前，咱先爱问咱家己，咱有互对方出路啊无？咱先爱伫咧你所要讲的话进前，咱爱去找到迄个出路，咱才通讲。这是牧师伫咧安尼咧整理的过程内面，这五项的这个注意的事项，咱伫咧正确话顶面，咱怎样讲？咱毋知有注意到无？伫这五项的代志内面，一直后壁拢讲到叫做不要讲，也就是讲咱。无代志，咱莫只敢伫遐要一直要开嘴要讲话，因为咱若讲了无利益，就拢毋通讲。伫咧这五项内面，只要若减一项，拢是无恰当的时机。咱着爱伫迄个中间来学习着，咱爱去怎样帮助咱，会通去勒住咱的迄个咱的志。
等到迄个恰当的时机，咱才伫遐来讲。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会通搁一摆咱好来去亲像，咱要怎样来讲，会通讲出一个正确的话，有伫咧正确时机讲出正确的话，互人会通因为咱所讲的话得到帮助，得到利益，毋是伫咧中间来因为咱所讲的话递到迄个关系的迄个破裂。过去咱检测咱有当时咱会伫咧无注意的过程内面，咱讲了无真适当的话，咱就爱伫咧咱的心内来伫遐来伫主的面前，咱家己来安尼深深来伫遐来反省，来伫遐来好好来认咱家己的罪。求主帮助咱，互咱过来，咱会伫咧咱所讲的遮个代志顶面，咱所讲的每一句话顶面，咱真正拢会通互对方来得到造就。不管你甲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关系，尤其是当你若是甲对方迄个关系若无好势的时阵，安尼求主帮助咱，互咱先搁对迄个关系的建立来开始。透过迄个关系建立了，咱有一个真合宜正确的关系，咱才来伫迄个中间来讲。安尼迄个所讲出来的话，才会互人来得到造就。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好好搁一摆透过咱所分享的，搁一摆来得到激励，得到帮助。所以咱会通转去好好来去想，正确的话爱讲会迄个恰当会通讲是一门的迄个意思。伫咧分享的中间，咱提出多几项的建议，帮助咱伫咧讲的进程会通去分辨什么是叫做适合的时机，适合的机会。搁咱时常会去犯的错误是伫咧倒一项？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安尼不断圣神来帮助咱，互咱看见咱家己性命的实际上的迄个境况，互咱伫咧过来的日子内面，咱毋好再犯错误，乃是会通伫咱所讲的代志顶面，互侪人因为咱来得到祝福。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知阮是软弱的，阮是袂堪得的，阮也是不足的。直到阮时常伫咧阮所讲的话顶面因为无适合、无合宜，致使到阮伫咧讲话过程内面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互主你的心来得到忧闷，他恳求圣神不断伫阮的心内来做工，来启示阮，来启发阮，互阮伫阮的过来的日子内面，阮会通伫阮的生活中，阮无疼心，阮就毋通讲；无有关系，阮也无伫咧中间来伫遐来讲任何的话。阮若对对方无任何的宽屏，阮也毋通讲。伫咧阮所要讲的话进前，如果阮若无照着祈祷来去三思，是毋是即个话是主你要阮所讲的，阮也伫迄个中间也无搁甲伊讲起。当阮若伫咧甲对方要讲话进前，阮若想着所讲的话对对方来讲无帮助、无出路。求主帮助阮，阮会晓安尼，互阮的志来安尼限制阮的志，无伫遐死格伫遐来安尼讲出无适当的话。愿你的神不断透过，因为阮会晓伫来控制阮家己的志，直到互阮所讲出的话，拢是敬拜主的话，拢是学乐主的话，拢是赞美主的话。阁是要来保养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怎样做奇妙的事？透过阮所讲的话，要互侪人因的生命要得到改变，要得到领受对主你来的施恩赐福满满。愿咱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咱当时临时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485首，献诗485首。天父拆他世间，主祝阮互相感恩，请起你来应全首。请咱永远听的当信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了倒人来受苦，见世界死，埋葬灵府。第3日比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日时时奉献主礼，请有准备的人来奉献。请起立来仪式奉献诗歌。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阁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上帝啊，但愿感谢你，予了你极大的阳光，
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我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天地。耶和华我的上帝，万物拢对你来，我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请曾子祥执事跟方美珍执事来施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歌。我所有的拢是你的，我的奉献拢是阮心肝乐意的，求你感谢咱的奉献，安尼祈祷，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同齐来打本着的金句，来用现代咱日本来读，请。咱反正着用听心讲真实，伫别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以弗所书第4章15节。咱再读一解吼。咱反正着用听心讲真实，伫别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以弗所书第4章15节。这是来迎新报告，我们有一位新的朋友叫陈淑清小姐，嘿，她是那个我们李阿姨的朋友，嘿，然后我们来拍手欢迎她。
一批。好，林珠姐、堂姐。好，那我们也今天看到那个永亮执事今天又回到我们那个难得回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当中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吗？好，那我们来看报告事项的部分哦。报告事项，第一点就11奉献，今天是主日是11奉献主日吼。第二点，下主日为大众传播奉献主日，那请大家为大众侍奉传播主日来关心代祷及奉献。那下周的台语堂礼拜后将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们预备心。是这一周？哦，是这一周。是这周哦，这礼拜那个等下礼拜后吼，那就请主日学老师们预备心。肢体消息的部分吼，就请各位大家自行过目。那相关有什么活动的话，可以参阅周报的内容，然后去报名参加。那下礼拜的奉献名单跟那个下礼拜的聚会概况及会计报告，那请大家自行过目。那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那个我们的干事反映。以上报告，公司有要补充的吗？主日学老师有在家吗？确认一下，到底那个主日学的那个是这一周还是下一周？第3周 ？OK， 那是下周。好。那我们同心来祝福功德。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是慈悲跟良善的主，也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台湾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在前些日子403的花莲大地震，主啊，有许多的受难的家庭，主啊，他们内心的软弱。主啊，我们虽然隔着电视看到那些画面，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内心也受到了冲击。主啊，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能够坚强，也抚慰那些受难的家庭，不论他们的身心灵跟他们生活所需，都得到帮助。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每一项事工来献上祷告。主啊，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让他们在做每一份事工的时候，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也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在里面服侍的同工们，让他们的身心灵得到健壮，能够有更深的神的体会，让自己有充满圣灵，在软弱的时候得以刚强。主啊，请你也让我们不断的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不断的上山取木料，检查我们的内心，来建造我们与主你之间的殿堂，让主得荣耀。主啊，请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肢体，尤其是身体有软弱的，或是身体需要复健的。主啊，请你保守这每一位我们的亲友们，我们每一位肢体，让他们在软弱当中得以刚强，让他们在得需要的时候有主你的赦免跟帮助。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70周年的献堂的部分来向你祷告，求主让我们接下来的建筑师的遴选过程当中一路顺利，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当中能够用合一的心来一起来预备。主啊，请你保守我们周边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物，让他们都有主你的带领与同在，让我们之间彼此有爱。主，我们都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这样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言390首，乌鲁提白万福本源，因时煞请牧师来祝福，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全能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恳求主圣神伫阮的生活中不断来启发阮、引导阮，互阮伫适当的时间讲出合宜的话，来互侪侪人因为阮所讲的话来得到建造、得到造就，也愿你的神不断来催逼、引导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会通照着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来见证主你的荣耀。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相合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同齐来用一条祝福的歌，咱彼此来相祝福。愿上帝个因你照你人，愿上帝个因你照你人。咱是所带咱倒转，愿上帝个因你照伫咱。愿上帝听因你点伫咱，愿上帝听因你点伫咱。上帝听，因你点伫咱。